新主人共领向系面向，上早有10个间嘅知名所，第二下强调上山村还有一间82年研究嘅水龙间，本代不用记啲嘅喊，本事工作者调查过后发现，佢当有违法价值，所以出查采提之股，攞佢鬼草发法，大操作后生意转到家乡发展嘅基地。南为下山村定义本书，还拿系生产古米嘅素材。透過政府需求動亂，為到嘅方言來跳來搶，最多計下叫點票要長、中、旺，韓國天也是無解農事團，連武強勢來保護家人，試圖改變農事團天體嘅假條件。下山村嘅中前案10個年前出籌嚟18兄弟強下來衝擊農事團，還免費開辦教育，面對都市計劃嘅威脅。用點現形容嘅保留自家嘅本煩惱，跳下嚟看。師傅建造建構，按到是個獨棟嚴峻嘅堂。老客家事達到當身份，大概同族都有幾個意思。我所講係啲客家人喺流連遷徙嘅時間嗬，有將一席之地，哦，佔有一席之地，是喺錯價嘅意思。西藏嘅先喺度塔七聖鋪塔，我講來有講開始喺馬附近行嚟去。鬼頭表演有一天嘅規矩，國家太神面，很難生氣。喺度個首長人看到喲，該沙和尚佢曉得選該咁嘅事，佢是吸一腳就弄下來，佢也上嚟撈該事嚟搞啦。結果佢動作下出路，結果是不是係拗落佢啊？就是跳躍動音樂，跳公演講客家事係對哪一邊都生出嚟嘅。天南飛起來。左邊樣全失敗啊！下落去，下來摸落去，今日就拆開來個奶是四方方。等奶有7、8分走嚟，再個開出4條嘅線盒，還會會發廣東道。喺客家人是有八卦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養生4象，四象出來才生八卦。這個七星是兩邊的護法，是八卦的護法。推翻光復之前需求動亂，各個家族為到為保護新家財產，都會強師傅來搞保存，最多計下用連續時間無私攤，第一下強調中國老長不罕有。特別強調什麼呢？啊，不要搶人家嘅，硬講嘅。其實就叫做人家老搶，講人抬家族，是講人為教很師傅強師傅來教。或者喺天路喺教。長屋嗌呢隻長屋教下來。中田愛16、17歲出天然機嘅藝術學功夫，上下也落很多兄弟慢來去表演。我們這學寶剛是冇天是冇買開好看，是款相嘅打在鼓，還藝術講慳冇。你來打錢，表演嗰度人客叫佢包多少錢啊？嗱，睇這個當場啊，講人嗰度要搬多少錢，交學費又有啦。誒，客家拳哦係嗰個劉明權，劉明權是讓當到其他武術嚟跟佢搶住啊強下，因為客家人太少啦，啊出冇辦法去將人欺負，其實2、3萬拳是給嘅，所以客家拳當實用，哦打到係打人將是社會。聚會為風勢，並且也為水手拿喺度。要當到重演特別農具啊，用個拍啦，嗬，還有嗰個白棍嘅啦，用擔杆啦，嗬，嗰度做拿到電嘅啦，嗬，你都拿到做變形嘅。唔過是為人單單細條咧，客家武士是天體3、40年，中田案唔盤啲老祖公嘅聚會冇體，老武士團衝進起來。一條白人當然得到嘅東西啦。
动啊抬落，强人为冇后生人冇人穿呢，要身体的人，要语言的人是来，俺是免费教人啊咪。因为咧头摆去装木一家庭啦，佢哋通常开放出来本大家，嗰是当好客家文化，唔係講局限到伊拉社區喎。一下團山住783，對住7人到82歲讀書，中期按講後生人冇辦法學苦，為傳適應動難，不過佢肯定會繼續教下去。水土改變，農村嘅容額老生活冇強上嚟，水係生產谷米嘅強點天橋，當到已經變做衝白氣。水困啊！吼，建案建商吼，當除了未來起屋啊，起屋係些，你頭擺嘅谷米田啊！吼，谷米田啊，起屋咧，起屋係些，你只水龍建吼，日本金鐘站政府進手去。重重嘅進水大同水差點啲，透過用點嘅建議數做10個件。於是水利嘅水龍件插入2件，上山村嘅2件就係其中1件。而家係下山圳，而家係吳錯武圳，吳錯武圳啊！一個水源頭咧是帶動了水叉，水龍件係用水叉嘅力量咧，傳統嘅力量嗬，來帶動了隻龍件來愛龍。頭擺啊，因為大家屋人口錢多，所以食米啊凍結。100斤米哈，差唔多要7箱嘛，差唔多70斤左右，沖下為了愛龍，差唔多上100哈，食得100。該流水精米還會擺啲個，還後入嚟刺痛發射皮，水龍件定民國72年停止運作，並以啲嘅限嚟30年過後，土地本應轉手，不過兩會限地上山村應該60度幾人咧，所以才停年出什麼嘅，為老兩全向位置嘅水龍件保留下來。水龍件也全部木錯嘅，頭擺水叉咧嗬，全部係木錯嘅嗬，但係冇用鐵彈嘅，全部操控掉損。複雜嘅木錯結構，看到你木族文化，也對老祖公嘅智慧當道貨。除了保留佢嘅空間，佢哋最先做嘅係打造嚟之間設計5.35公尺嘅水叉，為水叉地底下技術轉轉。不過平嘅水龍件係大操作，水龍件故事講，南擺會係창從基體，也有文化透覽老行小農產嘅功能。長遠會不會？其實小孩子不大需要教他，你就是讓他自己去玩。小孩子的創意非常的好。做飛蛾做了23年，是每回看到啲按住老師每個水龍件最先落來。大水車啊，來襯托這整個的建築物，就古香古色。我很喜歡這個整個環境的安靜啊，還有它的古那個就是傳統古味的那種味道。工作室8年作品，叔叔嘅風格，老貴嘅環境相互幫襯。玩了20幾年，我就覺得一直停不了，是因為它真的是很有它的就是讓心情愉快的那種，釋放那個壓力的那種功能，所以我也很想推廣給其他人一起來同樂這樣。龍朝軒講，水龍件唔單止係上山村嘅，係規格用啲咩？希望南擺做得落用啲個嘅點連結起來。600快速道路，我就將變異個為交流道，所以講用音以往來講哦，做係為調音嘅，因為冇乜嘅好看嘅為所，而水龍件呢有隻歷史文物建物度了為有了為來出發點。창조주가天橋後背，至都市同建築物連我接動機器，強做為熱能力，現推發嘅腳步猛是停下來，中下嘅啲是護領，無論南擺兩條路主公留下來嘅東西，還會啲兩支橋，填冇兩下，幾條限氣，逐係跌解。